即摆民众检举一般的交通违规已经无奖金通好领咯。毋过你若是举发讲迄弄着人逃走去，则是食酒赛车，提供开车的影像资料等等去检举，那会当帮助被害人，还佫奖金会当领，上悬会当摕到6万块。这名驾驶弄到机车，竟然无停落来，煞做伊落跑。这是发生伫顶个月，一名查甫人酒驾赛车弄到人意外。亲像这种弄到人煞逃走的行为是真多。其实高雄市实施奖金制度，民众只要将规个车祸规定影像提交予派出所，协助警方顺利破案，就会当提奖金。也是检举这个车祸走去使人受伤的案件，每件会当申请这个3000块；若是使人重伤的案件，每件会当申请2万；使人死亡的会当申请6万。亲像这个月初，这件酒驾落跑案件，尾后就是靠民众提供鸦片，帮助警方抓到人。高雄市去年开始实施检举酒驾提奖金，是全国头一个。交通大队表示，这一年来民众检举袂少，不过酒驾案件是真恶堆查。目前因为检举酒驾的件数真多，因为车是喺路咧走，所以有可能报案的时阵，阮警察到场的时阵，伊已经无伫现场，所以会增加阮警察即个查缉的困难。根据交通大队资料，不管是酒驾也是肇事逃走的案件，今年数量拢有降低。另外，民众检举案件数嘛比旧年较侪。警方是呼吁民众检举，毋来当帮助被害人，阁有上悬奖金6万块会当摕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